麦克气啊！大家好，我是阿翔今仔日咧想要来甲大家分享一件我伫画图教室遮教囡仔画图感觉真趣味的代志就是讲伫我的教室内面有一区拢是放工具甲材料的所在就是有蜡笔铅笔加刀、钩仔、笑、水彩笔等等啦抑佫有放一箍纸遮个纸是拢较细张的为啥会有即箍纸要放伫遐上主要有两个原因啦第一个原因就是遮个纸有当时是迄落彩纸彩春的要甲单条佫拍算想讲就甲留落第二个原因就是有当时囡仔会较早画了也是讲咧等待家长的时阵有一段小小的时间我就会请伊讲无你去摕一张纸来凊彩画画看你要画啥就画啥所以学生就渐渐习惯讲即沓纸是摕来黑白画毋是认真画所以学生嘛是会去真了解讲老师啥物时间会互伊啥物款的任务当然我这是无特别去想过遐济啦到有一天就有一位学生伊就摕几张纸遮3张纸伊就摕亚克力就凊彩安尼尖尖的摕笔安尼扫扫咧画撇撇咧怎就足紧的这3张应该画无10分钟就是意思就是讲伊画时阵是做直角的无想济除了伊有小可配色过也是讲有想讲伊这线条可能要安怎去走要安怎去撇但是基本上就是速度足紧的啦看到时我就带一条我讲你画了遮好这什么意思就是讲一般来讲其实平常是较看袂到学生画出即种图因为伊虽然阮会甲学生讲画图无标准的答案但是伊嘛是会讲老师应该是较希望看到安怎的作品还是安怎的模样但是伊第一即个时间伊是感觉讲伊就是算趣味的所以怎算出一寡最无共款的画图的模样所以我就感觉讲这真袂歹这有即款的现象，我感觉甲学生的个性嘛有真大的关联啦伊可能会较大胆较敢试的可能较有法度做出即款的表现但是第二个原因就是讲有当时阮认为教画图是阮甲学生讲的啦，还是讲示范互学生看啦阮讲教画图一般来讲是咧做即两件代志嘛怎对这个现象了我就发现佫有第三个代志老师会当做的就是创作一个环境互伊意思就是讲即沓纸一直伫遐但是我无想到伊有可能会有一天会有即种练习的结果会发生所以就是你创作一个环境等待学生自发性的去发现伊可能会使安怎去使用所以后来我就拢足鼓励学生去做一寡无共款的练习就讲无你摕啥物材料无你摕啥物笔还是讲你就目睭刻咧摕啥个色水安尼来学袂做练习当然拢是伫伊画了伊原本的这落图了阮才会做即个练习就刷落来互大家看几张亲像这敢若咧海上的船有啥个烟筒烟咧吹安尼这敢若亲像一个英文的字母 W我感觉真趣味的是即张啦就是即张画了阮就讲因为学生佫拢伫咧嘛几个我讲无阮来替即幅图互一个名无怎互名就变做趣味大家人互的名拢无共款有个人感觉是日头拄要出来的时阵有个人感觉是咧海边有个人是感觉咧梦内面因为雾敢若有啥物件但是佫看无啥会清楚所以讲透过即寡的练习我就发现其实教囡仔画图阮有一寡方式是会当去透过创作环境
吼等待伊家己去自发性的发现吼，这是我认为伫囡仔美术内面嘛，真重要一块啦吼，就是画图嘛是咧学一个技巧尔吼，伊嘛是透过画图这个过程去学习安怎思考啦，安怎去想象啦，吼安怎去迄落观察啊，吼，这拢是较内在的能力吼，较无法度直接表现出来，但是伊有法度透过这个过程去训练。所以今日甲大家分享这个小故事啦，所以不管你若有兴趣，就是不管你是大人，囡仔还是大人，拢你若有兴趣想要画图，嘛欢迎来创产会找阿翔老师，然后我再带你进入这个画图的世界，安尼阮今日就先分享到这，大家再会。